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》嘅节目，我係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福喜來愛同大家小見嘛嘅呢？今天很國際化哦，非常 international。我們要介紹一個跨國的創作的劇團，今日佢哋推出咧一部戲劇，叫做《生之夜色》。韓國啊，今天我真的覺得我們竟然在節目現場裡面來一撒，帶到美麗，唔過佢係印度人哦，是不是很特別？故事給了分享，Annie 今日來賓，他們是 EX 亞洲劇團，來自 Annie 美麗，細細給了分享今日嘅團長，歡迎佩安。大家好，我係 EX 亞洲劇團嘅團長林佩安。好，歡迎佩安來到你節目現場。3號來自他的阿娜達，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最重要的今日的亮點，是我們 EX 亞洲劇團的藝術總監，歡迎賈安塔。大家好，我是張譚家燕，我是EX 亞洲劇團的藝術總監。好。有沒有觀眾朋友可能一開始覺得很不可思議，怎麼竟然印度人講我們的華語說得這麼的標準，而且還可以講個泰嘎吼？好，謝謝，很厲害耶！不然賈安塔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名字要怎麼念好了，為什麼叫姜譚家燕？姜譚家燕是一個我的印度名是中譚家燕的 midday。好，中譚家燕同 midday。中譚家燕的 midday， 所以中譚變成姜譚。好，這是姓氏。對，家燕的變成家燕。家燕。then 如果後面的 midday 太長了，所以我們不需要，所以拿掉了，所以變成姜譚家燕。姜譚家燕，那個 midday 其實是他們的宗族的名字，就是大家知道說他們這個是因為他們的那個，比如說他是 midday 家族這個皇室的後裔，所以他們知道這是 midday 家族是怎麼一回事，這樣子。原來如此，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姓氏，姓姜譚，對不對？就我們自己自創百家姓，自創百家姓。但是我覺得女兒應該很頭痛，譚好難姓。他有的時候問為什麼我不一樣？所以我覺得很開心，那個是沒有世界裡面沒有的一個就這樣，你是很特別的這樣子。對啊，很特別。你看，不止我們的藝術總監名字很特別，其實我覺得 EX 亞洲劇團這個名稱也很特別。我其實有點不太理解，到底 EX 要什麼意思？你知道，有着前男友 ex boyfriend， 或者是舉例有沒有？比方說的那個 for example 的那個 EX， 到底這個 EX 亞洲劇團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？我們那時候就想說，很多的英文字彙的開頭啊，像交流啊、探索、實驗。但我們最新的一個覺得比較容易讓大家了解的是 EX，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，可能是代表過去的東西。那其實我們在想說，所謂過去老舊的傳統的東西，屬於 EX 的東西，有沒有可能它現在翻轉變成我們的 excellent 頂級的東西？所以是可能它 EX 代表非常非常多的意思。那我覺得這也代表其實 EX 亞洲劇團他們的決心、他們的創意是很多變的，就像這一次的《生之夜色》，要把 EX 東西變成 excellent，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 excellent？ 為什麼會叫做《生之夜色》呢？雅白雅一個那個劇名，叫做《上至雅色》。那其實從劇名上面，大家可以推到說，我們在講說大自然裡面本來就有黑夜跟白天。那我們對談戀愛的時候，我們特別愛去看夜景。但是如果說我們把這樣的一個隱喻回到，比如說我們在講說，人你一生可能有2個護照，一個是健康的護照，一個是生了病的護照。當這一個夜晚這種隱喻它可能變成一個疾病的時候，那個黑暗面對我們而言，我們還可不可以像欣賞
上那种夜景一样的一个心态，去跟所谓的人生的黑暗面一起在共处。那深之夜色的这一个作品呢，基本上它是启发自一个得普利兹奖的作品，叫做《万病之王》这本书。对，那里面它讲的是关于癌症的议题。那很多人现在可能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应该要动台党选择了这个议题，因为大家通常有可能是避讳的，对，听到这个就已经色变了。那我们还要去挑战这个主题。对。但我想，作为一个艺术创作，其实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生命，然后也不断在跟这个艺术创作作为对话。对。那其实现在生活周遭，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说我不要听到这些事情，其实它就是在发生了。对。那我觉得可能剧场人就是选择勇敢出击，然后真的去面对它，那去想想。这个书在谈到这个疾病，对我们而言，那人类的文明，或是我们在讲我们真的恐惧的东西是什么？或许我们害怕的不是那个疾病本身，对，而是在你知道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时间已经不在你的手上可以掌控，人很怕对失控的感觉，那个未知的东西，或许会让人的思绪开始进入一个我未来应该要怎么办？尤其当医生宣布说你真的只剩下几个月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？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其实你看到亚普希 Q， 其实底个讲深之夜色，其底个讲可能疾病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到生老病死，呀嘿，这是人一生中都要经历过的这件事情。而且我在前面跟贾安塔聊天的时候，我有听到你对于生跟死 ，life and death， 你觉得中间你自己的想法、你自己的看法，你觉得死是可怕的吗？我觉得我不会说我不怕，大家都会希望，为了我们会人就不想死嘛，所以一直都我们会有希望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这是大家的一个希望。可是死亡是不能改变的。对。这个不是我们的，不是选择。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来的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选择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一个出生的，不能选择的一个或死掉的，两个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会出生的时候，我没有不怕，你没有选择，所以这个死亡，这个我是不用怕，这个是来的。一定会，所以我们会一直都会看着恐惧的那个方向看的，所以越来越会给我们的我们人越来越会活得没有开心。因为我们害怕了。所以癌症这不是一个外面来的，不是一个病，这个是我们身体本来是有的，出生没有出生这个而已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的话，不用看这个恐惧的方向，它跟身体的一个怎么看？一直生命一直下去一个旅行，这个概念看的时候，我的心态会比较会好。所以癌症其实不用这么担心，它或许是一个生命中旅程，生命中的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次生之夜色要跟大家讲可能主题有一点点的感觉，有那么一点点的沉重，但是或许假使来到剧场底度来看亚普戏，可能会有某样的感受，可能会有给你不一样的启发。鼓手亚出戏，我哋马个时间，我来同大家来见面，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这出戏我们在今年的5月4号到7号，首演是在我们的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。那礼拜4晚上是第一场的首演，是晚上的7点半。那接下来礼拜5、礼拜6的有2场，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。然后礼拜天最后一场是在下午的2点半。那我们除了在台北演出之外，因为 ES 亚洲剧团本身我们位在苗栗，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好作品
在台北演完之后，也可以同步在我们的家乡苗栗上映，所以5月12到13号在我们的中正堂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知道原来是实验剧场的表演形式，对，这次我们把这个作品带到中正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直接让观众席是在舞台上面的，观众席是在舞台上面，所以我觉得这对苗栗来讲，应该会懂创新、懂新的一种表现方式。鼓手啊，大家有限的时间，唔记得上两厅院网站去查询购票资讯。有限的时间去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还有喊卡多关于 EX 亚洲剧团的故事。Aduh mayok na batay at hawalan mi amagung.好，刚才你看到啊，就是神子亚瑟他们的预告片，他想跟他糖豆会赏是谁的声音？其实是贾安塔，你刚刚那是你配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会想说就是用印度语的方式来配出这一部预告片的旁白呢？我们的癌症这是一种的很神秘的一种的疾病，我们会不知道这个来的时候一种的神秘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语言真的存在的一个语言，可是大家一点点神秘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蛮配合的。我觉得这样是一种的感觉，所以我会放我的声音。对，而且轻轻的，然后再搭配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，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让我有种在短短的时间，但是很多事情它是流动的，是流逝的，像我们在旁边看到的那些时间跟数字。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的那些夜景，它是快速用缩时摄影，让它很快的这样子交错。为什么会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，跟《深之夜色》这部剧有什么样的关联呢？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说，它是一个关于人生，或者我们讲黑暗白天、黑暗面那个部分。但是其实我们在看夜景的时候，我们观看的时候是觉得它是美的，你在脑海中还是会出来哇，好美哦这样的一个感觉。那我们也在想说，其实当我们在碰触这一个疾病，可能对人第一个感觉就是啊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我好像开始要跟时间赛跑，这种时间的这种流动感开始忽然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所以其实，在《深之夜色》的这个作品，其实我们一开头反而是从一个婴儿出生，然后我们第一声的声音其实是哭声。然后我们吸进了氧气，然后人的生命开始，然后直到最后面我们没有了气息，然后我们走向另外一个阶段。那这个作品里面，其实导演也在探讨说，就是从婴儿的出生开始，我们跟这个疾病的连结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开始碰触了很多所谓塑胶的东西。就我们放眼看去，哪样东西不是塑胶的？哇，几乎都很容易可以算得出来。那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疾病有一些相关联性？那甚至说他觉得，人类的发展，
不断的就像细胞不断的扩大，那这个东西发展真的是一件好事吗？那它是为什么发展？对，所以其实你看，短短1分钟50秒的这一个预告片，底部会讲的东西懂都非常非常的多。但是我想最精彩的一定还是在这一部剧的呈现。不过，一出舞台剧，尤其是像这个是实验性的这个剧场这样子的一个剧，那它在呈现的时候，想到我看过的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呈现，比如说唱歌、跳舞。肢体或者是说话，那在《深之夜色》里面，你的呈现的方式，大部分是用哪一些方式来呈现？这个是我们会一种的舞蹈戏剧。舞蹈戏剧的方式，对 ，more the physical or dance theater 的那个方向。语言还是会有，可是语言的会很少。对，我突然讲到语言，我突然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《深之夜色》主要是用哪一个语言来演出啊？还是会讲中文啦，对，还是会以中文来演出。中文还是会有我的语言，对，有可能我们会有原住民的语言哦。可是癌症这个事情，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人，不是这样，这个是全部世界的一个。所以他没有分你是哪一国籍，对哪一国你是印度人，所以我不会放，这个不是这样子的，大家都会所以我要带进来那种的一个这个大家都在里面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分谁是谁，所以我们会带进来对这种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语言，各种各样的一个 nationalities。对，好，我们会这个是我们会要表达是。观众进来的时候，大家看得懂。这个是我们会讲，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我们会讲这个癌症，这是一个主题，它是主角是他。他是主角。主角，我们的戏的主角是癌症。哦，主角是癌症。连癌症的主角是我们的细胞。癌症的主角就是我们的细胞，所以其实贾安塔你自己也有在参与这部戏的演出，这一次也是演员。那里面的角色，所有的 character 都是细胞。我的意思是，那癌症是主角，那其他的演员的角色是？说我们的还没有癌症，癌症这不是一个人的，这个是一个全部的一个我们的生活的那个 lifestyle， 生活方式跟癌症跟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癌症就变成一个恐惧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会看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生活每天做的事情什么，这个世界里面改变的是什么，这个跟癌症跟什么关系？这个是这个戏里面还是会讲。今天我们会说一个小孩长大，大部分的现在的小孩是喝人工的。奶粉越来越少那个母奶喝的，为什么？这个是妈妈不要吗？不是，现在是一个 scientifically 妈妈的母奶就不够。这个是以前没有，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的生活跟习惯跟很大的关系。改变，我们一直在改变。对，所以妈妈的母奶不够，所以我们会开始人工的食物开始吃了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的身体介绍，我们会讲大些不是 natural 或者 artificial， 不是自然的了，它是人工的、人造的。人造的，所以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，那个我们的这个戏里面讲，这个细胞它 cancer 的细胞它是长大，这不是没有意义，它为了长会长。所以现在的世界里面，它是有原因的长大，癌细胞是有原因的长大，没有原因的长大，没有原因的长大，它是没有原因的长大。对，它细胞，我们的那个癌症的细胞，它没有原因，为什么？它不知道，它一直会扩散。所以我们的现在我们会这个看的话，它是一个我们的世界现在 development， 我们会一个发展。我们现在全部世界是为了发展。对。所以这个跟 cancer 跟这个 symptom 是一样的，一个征兆。所以这个戏里面我们会讲是全部是我们不会人的一个角色，而全部是我们会呈现一种的舞蹈、身体、声音。各种各样的声音、时间的关系，都是表现的方式，表现的关系，所以观众不用担心
会不会懂，他们一定会懂。真的不用担心会不会懂。我跟脚眼塔沟通，虽然脚眼塔中文很好，但是有一些关键这些 keyword 他可能讲了英文，或者是他讲的我可能有一点点听不懂的时候，但是我靠肢体，靠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，我觉得剧场很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，观众跟演员的沟通，对不对？我不用真的了解你的语言，语言就变成第二个沟通的那个工具，协助而已。工具对，身体跟情绪跟我们的表达以外，语言去帮助而已啊，这个是我们的 EX 亚洲剧团常常要表达的那个方向。而且啊，真的是很跨国创作。为什么？其实这一次的编剧跟导演也是印度籍的，但是虽然是印度籍的，方言还是不太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印度有22种语言呐，对不对？那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可以邀请到印度的编剧还有导演？其实我们对于虽然印度是邻近的国家，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其实认识还是比较停留在可能停留在宝莱坞，或是近期其实大家对于印度电影开始比较有机会可以欣赏到，但是对于印度的剧场，尤其是所谓的当代剧场，其实是比较陌生的。没错。那 ES 亚洲剧团其实长久以来，我们的制作大部分都是由脚眼塔担任导演。那这一次就在想说，我们找一个真正的印度人了，大家看起来比较像印度人的。那这一次我们真的蛮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这一次的导演 Abhilash， 然后他是第一次在台湾然后跟台湾的演员一起创作这个作品。那他也邀请到南亚的一个剧作家一起从《万病之王》这本书重新的编写了深之夜色这个剧本，那跟演员一起排戏发展。那就像刚刚脚眼塔讲到的，我们真的第一个，我们想要做这个作品，不是想要拿很沉重的议题去吓观众，然后也不用担心说会看不懂。我想对观众而言，我觉得是我们一起选择。一起来面对我们生命不同的一个挑战的时候，那或许从这出戏里面的一些呈现的手法，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管道，或许觉得我们有多一些的方法或勇气，当我们面对很多的未知、可怕的事情，对，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方式，我们其实不是寂寞的。对啊，曲兄跟他讲的导演。跟编剧还有脚眼塔是印度人，虽然脚眼塔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不像印度人了，你现在走在外面会被人家以为是看得出来是印度人吗？看不出来吧？不会，我没有讲话说不会。没有分，完全不会被发现。去买菜的时候，人家都说你要马盖，买马盖，马盖菜，是加工对不对？一多钱，他就说多少钱就要猜这样子，他就最聪明，就想说反正就拿出来让他找就对了。然后，脚眼塔来台湾，从印度来台湾多久的时间了？11年了。11年这么久的时间，那当初怎么会想说从印度就这样子来台湾？他猜拳猜输，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是一个选择嘛，我们两个决定，要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还是会一个选择哪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过下去。所以印度台湾比印度比较会状况一点点，不是那么。稳定的是不是那个 economic 的问题？这个一个我们的那个 lifestyle 的 social 的对，所以那个时候一点点它比较会困难在那边。哇，很体贴。所以我觉得试试看台湾这边，我们会1年2年试试看吧，怎么样的生活，真的不行就回去吧。所以其实1年2年到现在，已经19年嘞。那 EX 亚洲剧团也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，也迈向第11年，按长的时间呢。今日还有懂得故事儿童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。又轉到福
福喜来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地度同大家來紹介係 EX 亞洲劇團佢的清醒嘅戲劇，很多生之夜色，去我哋5月來演出了，大家就得上兩廳院去購票，然後今日咩會同大家來紹介當中生之夜色的一些小故事，跟裡面微妙有趣的事情。那剛剛宋一通有講到啊，其實亞洲劇團到現在2006年到2017年，這將近11年的時間了。那這麼久的過程以來，你們大概演出的風格，我想知道亞洲劇團你們的風格大概是什麼樣子？其實劇團的風格我們比較用肢體作為表達。那因為對九安塔而言，一則是因為他的家鄉很多時候你過了一個村就是講不同的語言，所以你必須要透過，就像我們出國的時候，語言不通的時候，一定是用肢體去做表達。那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所謂亞洲劇場的一個身體美學。那作品的特質其實比較還是回到我們講人性的主題，它比較跨越時空。那劇團也會在合適的作品裡面運用不同的多語言，就像我們有一出戲有用過客家話、原住民的語言、台語，然後九安塔的母語或是國語，就是各式的語言融合在裡面去做創作這樣的一個嘗試。那基本上對於我們而言，其實在劇場的作品裡面，比較是我覺得是藝術家他透過每一個作品，然後去反映這個社會他想要透過作品的一個對話，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脈絡。那呈現方式其實就會所謂比較風格化一些，就是肢體表達的部分，而且會融合了音樂舞蹈。我們在講說其實表演藝術本來就是一個綜合的藝術，所以它除了戲劇之外，也會有其他的元素在裡面。對，所以其實我聽起來，我覺得是不是很前衛的？你們是走前衛劇場的這個方向，那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前衛劇場它是什麼？那在台灣，尤其在苗栗經營前衛劇場這樣子風格的亞洲劇團，你們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，或者說你們覺得有不一樣碰撞的火花？How you define the advanced this type of postmodern theater？ 我自己都不會想這個是一個很前衛，because 每一個how to say every generation have a modern， 對 modern 是不是今天的？如果有可能100年前的時候，100他有他自己的一個 modern。你看我媽媽那個時候流行高腰裙，我現在也流行高腰裙。每一個 generation， 每一個世代都有他自己的一個，都有它的流行，所以沒有什麼叫做所謂一定的前衛，什麼叫做一定的現代。所以我覺得我會比較會喜歡亞洲的這個，怎麼可能怎麼樣？我們亞洲的那個傳統的這個東西可以一個進步的，還是有可能現在的年輕的人可以介紹的方向，什麼可以表達，這個是我的一個方向。對，所以我覺得其實像九安塔這樣子很開闊的心胸，反而所有的隔閡都變成沒有隔閡了。但是我還是有非常多很好奇，畢竟我還很傳統的客家人，我有很多的疑問想要問九安塔。九安塔，你身在就是跟佩安姐你們一起在同一個家庭裡面，那佩安姐你的客語講得很好，我相信你嘅阿爸阿妹哈方面講得都好，跟啲木卡應該同家妹喺講下。那九安塔怎麼辦？他很厲害，有一次啊，阿媽細嬸攞嚟講話，佢行過來，佢看一下主公拍咧，對，然後佢就懵來講，媽媽是不是說什麼不要讓我聽這樣子？我說，你怎麼知道？他說他剛剛這樣偷瞄我一眼，這樣子被發現了。那基本上其實很多還是透過肢體的表達，然後其實我們後來發現，語言這個事情很有趣。它其實應該不是一個字面上面的聲音。我們真的不想要溝通的時候，就算我們說很準確的英文，我還是會說我聽不懂。就我聽不懂，想不想要跟你溝通而已啦。是，沒錯。對。那在家庭裡面，可能對他來講，一個比較大的，我們今天才在來的路上聊起來，說你回憶來台灣，對你來講最大的一個文化衝擊是什麼？因為在印度，他們其實長輩是階級之分是很清楚的，就是他是沒有辦法跟長輩同桌吃飯。
所以他刚到台湾，他要确定要问我妈说做对嘎本呀，摸会做对嘎本矮模，但是要经过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跟大家提起来。但那个场合是他要跟长辈们坐在一起，然后还要拿酒敬人家，然后就是他们没有这种习惯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喝也不是，不喝也不是，不喝好像变成没礼貌。但这个对他来讲真的是超级大的挑战。对，在生活上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比如说我们印象最熟悉的就是印度人用手吃饭。那现在在台湾也是用手吃饭吗？我变成那个台湾人了。我现在我碰的时候一点点哪里脏脏一个感觉了，所以我回去现在就我这边没问题，现在回去的时候印度的时候有问题。哦，我家里面我会大家都可以开始吃饭，而且用饭不有的时候我想拿筷子，我的爸妈觉得不用假装吧，这种的他们不用假装，对，所以一点点回去的时候还是扫兴一下下那边的印度的我们的家人，我觉得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 already 远了这样子的这种的感觉。但其实没有，因为你接触的东西多了，你学习的文化也多了。其实用筷子吃饭，他们应该觉得蛮厉害的吧？他们觉得他们想象他们想不到，怎么可能两个？这样之前不可以吃，他们不能。我们离开之后，他们就用那个竹子，就是做了2根筷子自己削，然后试试看用那个夹东西吃的感觉会是什么这样。他的家人，好有趣哦。所以其实，在你们家也是不停的碰撞，有不停的文化火花的碰撞，对不对？那女儿到底要学几种语言？阿婆阿公是跟他讲客家话，然后回到家乡讲他的母语讲 Manipuri，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在新德里转机，他就会听到说这是Hindi 不一样的新都语，对，新都语。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讲英文，然后他的母语还是讲国语比较多，所以其实好像有很多种的语言在他的身边发生。那趁Joanna现在还没有学会客家话，客家话也还没有听得很多，现在还稍微可以用客家话讲他坏话。高一步再个不你生年，可能就没办法。10年之后，客家话可能都被你学起来了。我开始学了，现在我开始学了。那来，刚刚一开始有讲泰嘎后了嘛？那讲我是江潭家燕好了。我是讲潭家燕。好，再一次。我是讲潭家燕。我是讲潭。嘎烟，家烟是嘎烟。对，你看这样又不小心被他学起来了，好吧？那既然这样，IQ朋友我也要来碰撞一下，可以教我讲，刚刚说你自己的语言是 Manipuri， 可以教我 Manipuri 的大家好吗？Mayam Pumna Makpu Kurumjeri。糟糕，再一次。Mayam Pumna Makpu Kurumjeri。Mayam Pumna Makpu Kurumjeri。好有趣哦！所以你看，一扎汉人，还有同一扎印度人，加的花了10年、11年的时间呢，经营一家剧团，他们有这么多的文化的碰撞，有这么多的火花，有这么多的创意，有这么多新的东西，儿童泰嘎来分享，告诉大家，你们所认为的隔阂都不是隔阂，是你心里想不想要有隔阂。你们就是 EX 亚洲剧团最好的代表，而且最好的就是代言人，就是你们了。而且从你们的你们亚的讲法，韩国亚的表现出来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开阔的心胸，你们的 open， 跟你们想要告诉大家，其实那些既定的、那些刻板的都是可以丢掉的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间听超来看《神之夜色》，最后再告诉大家，演出的时间还有购票的资讯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在5月的4号到7号，就是从礼拜4到礼拜天，在台北的2厅院的实验剧场。那苗栗场是在5月的12号礼拜5跟13号礼拜6的晚上7点半，在我们的苗栗文官局的中正堂演艺厅。那这次我们也会把《神之夜色》的所有这样的一个台北的一个舞台设计，然后原班的搬到我们的苗栗场演艺厅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我们的2厅院售票系统。
不错，鼓手今天谢谢佩安，谢谢九恩塔来到节目现场，什么谢谢。谢谢。没什么，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停停运动，欣赏做运动。